动吃来做事。桃花开来，菊花那里望。阿哥来相妹，身上两三行。一想来暧昧，人往哪里走？一想来暧昧，向哪里闯？各站各弱点，张有救命哪里风得有？好好听哦，月梅姐、万大哥，你们两个真的很有默契耶！有样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好听！哎呀，哎，美女你好！说到默契，我的好朋友来了，体育，这是月梅姐跟万大哥。刚刚他们在唱那个客家金曲山歌啊，客家山歌，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？头发开，头发开。其实你知道，你记得我们上次来台东找我玩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吗？上次不就是去种稻、采高丽菜嘛，还做饭、聊天，然后去米国学校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吗？我们那是好几个月前，要想起来还有4个月。你还记得杨桃大哥吧？啊、他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们的小孩已经长大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要去把我们的小孩带回家。那月梅姐跟万大哥，我们待会再回来找你们喽。好，等一下来找你们，等着见，拜拜，待会见。好的，来找我就要工作。对，我们要来收割。我们上次不是插秧吗？我们种的，对，长得还好吗？不错。所以丰收。对。哎，你上次在电话里不是说有礼物要送给我们吗？有。在哪里？有。我想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种的成果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稻穗。好漂亮哦！漂亮哦！这可以回去插花吗？就摆着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它会继续干燥这样？会干燥。那我们要怎么弄？那我们等一下我们的那个割稻机会来，我们要先把田角割出来。哦，边边的先清掉。对，角落。如果我要割另外一边，我另外一边的角也要割掉。等于说四个角。对。哦。我们割就差不多4颗4方形。4颗。那4颗嘛哈。哦。那过来也是4颗。好。你们体验一下嘛。要很用力吗？如何？还行。好，我来。要不大哥力气比较够。来，这树一画就这树比较。你去挑那个细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招待吗？可以。好。有速度有起来了，速度有。好，那继续。对，我休息一下。这还蛮好玩的耶，是不是也是挺疗愈？继续往下割可以吗？还是要往这边割？随便你都可以啦，随便，你高兴就。对呀，我真的是，你要把这整块用手工割完也可以。哦，如果手工割完这一片，像你们这样割可能要算年的吧。因为上次我真的小看那个泥巴，我以为就是很轻而易举的，就像在那个你知道吗？海滩、沙滩那种踩下去，要直接就可以把脚抬起来。但是既然我无法动弹，然后呢，我为了不要耽误制作单位呢，我就忍住不要动，就一直这样，就在我的四周插秧，又怕弄脏衣服，因为我没有带替换的衣服啊，而且又冷。
对，但是如果我私下带我的女儿来的话，我愿意把它推进整个对把我女儿推出去没有啦，我愿意就是真的让小孩来体验，然后跟他一起体验，然后全身弄得脏兮兮的也无所谓。所以这一片什么时候收割机会来？明天吧。明天，那就一天就收完了，半天就没了，这边要是收割机来的话，可能1个小时都收完。包括上面啊。嗯，啊，下面那边就不是你们？不是，那边就不是。那青哥那边会被抓去关了。为什么？那别人的啊。哦，哦，还要问我嘞。好吧，那这几颗割一割，我们就下班了，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继续上班。对，他要去割稻，对不对？对那我要去做吃的，煮点心。煮点已经分配好了，是不是啊，我们默默私下有在安排， ？OK，你们两个很熟。对，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体验。体验，不一样的体白来验，对。给不给那个宝，我教你怎么开。好，那么要开始哦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黄色这个，我嗨们会往前推到底，直接推就可以了。对，推到底，对这样下去，好，它会到一个指定的高度，然后我们再做微调，好，我们慢慢往前推，然后稍微再做微调一下，这样差不多哇。对，就这样，然后就一直往方前就好了。式方向，对，你看就这样，走，然后你看稻子是要上来了嘛，哦，上来之后，你看，然后这里我们再做微调，看它会动，它会上对来，对，好，我们再往前推走，好，然后就都收到后面的。对对对，然后你看，所以你然后你这个放下去尖的头是对着稻的中间，是那一撮的中间吗看？像我们的第一个犁头，我们就会对第一颗割过的稻头，看就这样对，这样子。哦，它这样子一片地有多大啊？像这个差不多1分多地啊，嗯，对。这样收完要多久？如果很快职业的话，都差不多10分钟。我可能要10个小时吧。啊，没关系，那慢慢来。那这个像这样子怎么办？倒掉，然后这个就有技术了。我们这边就会按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它不是收很慢吗？对啊哦，现在按这力下去，哎，它的那个前面那个线啊，它就变很快。对，好，这样收。然后把它挖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它就是把它挖起来，你看，好厉害哦！这样。哦，把它捡起来就对对了。。然后就稍微好 ，OK，有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按回来。哦，对，恢复正常。它就会恢复正常，然后我们再像你每一次按的时候，它都要车子要停下来，还是不用？啊，不用，我因为是教你怎么开，所以就是先跟你讲，我们按，因为我们正常看到，我们就就直接按。直接按，对对对对。月梅姐，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现在来跟对您学做米苔木。哦，这个米苔木哈，这个是客家人哈，是真爱福气落诶。认为头白的人的生活哈，真艰苦。哦，一天爱插点米时木啦，简单。如果上本，唔是按多钱来买啊，错不？哎，你用家人爱插米时木来吃点心。那我可以试试看吗？可以来这样推出去吗？哎，太的，哦，哎用，好，然后按呢，好，要大力一点哦，对对对，然后再对再一次。哎，嘿嘿嘿，哎，有掉下来耶！再锅盖团，好，要再出土拉来，锅去出力，好，按样都炒给啦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安尼做都真好了呀，看不错，哎，对，安尼真好，今后很哎好，很好，清波油，清波油做成的好这个产品，这产品是哦，这我们是已经做好刚刚的做的啊，哦，新鲜哎，刚出炉的米刚出苔木，炉的，你看，很 Q 哦，很 Q，哎，清好食，好食嘛，好吃，好食哈，好你看吃，好，慢慢推，对，好，再往后推，好，回来，好，
然后往后翻转，对，然后这样稍微看下去。啊，这个很难一个人呢。哎，你吃的时间就绕了安尼，你看会几多？哦，要吃咸的就嘿，按用煮会做得熟的啊。青红丝，青红柿。动吃，来做事。直接推到底，推到底，好，有这个声音，好，不用，好，你按自动按，好，先下了，好，下去，按，对，好，走，对 ，OK， 对，然后就对那个第一个离头，对，它要在最外面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这样，可以稍微做微调，对，就这样，好，可以抬起来了，然后你的手要往后推，对，然后这个抬起来，好，你就可以到下一个行距，好，慢慢推，对，好，再往后推，好，回来，好，然后往后推，对，好，这样稍微看下去，啊，这个很难一个人呢，天哪！然后可以过来一点，对，直接过来，然后慢慢就是割完的，对，割完的第一个到，它就会直顺的，对，就这样，好，我可以过来一点，就是可以。所以直接做最快的微调，对。哦，这样调一点。对，然后可以慢慢加速。对，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现在我们割完这边的时候，割完，我们就要去漏稻子，因为满的，所以只能到这里而已。对，只能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就要停，然后我们就去外面漏稻子。对，好。好，你看，它上去了，刚刚的炮管，然后你再看这里，它等下会过来。哦，有看到？它把它倒下去啊？对。我们收割完装在里面的，然后就漏在车子上。哦，所以它这个等一下就会拿去晒。没有，老一辈的是用晒的。对，然后。刚刚不小心满了。洒出来啊！对，没关系，意外有时候对不到啊。哎，你切了葱梅哈，也一般，袂较好洗切，用板料，安尼，你卡多的哈，要斜的，哎，会安样，哦，你分切，好，很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的好。非常系当好啊哈，两梅哈，那我要把它放进去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加进去哦。做的，哦，啊，你就现在就放香菇，切细细的，哎，切一丝。哦，有点难切。我跟你讲哈，我们的香菇你切的方式不太跟我们一样，因为哈香菇不能太大块。啊，我们这样的话哈，切一半，然后切起来会，看起来会比较好看、舒服。好，你要看这个哈。最后一朵，我切。好，给你切。好，你看切一半，然后再切。对。你教的徒弟，教不教的？做的。这样嘛。好。好。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好，然后放在上面。放在上面。对。来，你来炒。重点哈，要有啦鸡油，鸡油，炒啦，鸡油吼炒起来清香。然后要安尼轻轻的落，轻的落，要拉，要把那个油滴出，水那个给它干，不是糟。莫不要安尼。香脆啊哈，较无暗香，鸡油煸好嘞，我就3层油个油，3层油，一点肥的这样，肥的全部下吗？这个全部下去，对，按你快点，好，然后要炒，你要拉，你要紧拉，我按你切哈，你油要比香，要比较干啲喂，但唔好按肥啊。要當然看唔是配嘅人嘛，錯無？安尼要我煎炸嗬，這樣唔會夾滾啊。安尼夾起來，
煸起了是把它煸出来它的嘿啦香味。，我煸几凿也差不多嘞，啊，你张中手肉，瘦肉，对，瘦肉，好，嗯，哇，我试试看，好，可以2只吗？可以不用哦，就一只我先讲就好，哦，你煸了我有个技巧，要有技巧。嘿，我煸的时间就话，你都莫讲6度啊，啊，要完全不因为梅姐你用的好顺哦，然后好优雅，我刚刚整个就好像这个鞋很简单的，看过一次的话看，过一次就会了。哎，这个是虾仁，虾米、嘿，虾米，俩温度下边的。卡比耶，俩就迄温度下边的，该下热，俩下边的，下边的向下煸唔怕，我煸比香，啊，等下个糖梅吼，怎么香啊？你看，等下炒起来糖好食咯。真的很香哎，有各种就是对香气。那刚刚的动作都还记得哈？应该吧？好，那交给你喽。你要走了吗？对，我要走了，为什么？你可以的，相信你。好，那我要来了。好，加油，交给你喽。好妈呀，怎么会让我自己一个人开？好，停。哎，你好，我要后退按哦，忘了按那个，对不对？后退，因为你们在后退，因为你没有放下来。好，停。好，放下来。那这个，哦，自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这个对这个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啦。收割机还是蛮好玩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就可以放下来了。放下来，好，可以走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靠出来，对，棒。最后了，啊，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，你粒糖，鸡鸡汤汤，做得倒落去。啊，整个倒进去，呜呼，哇哦，然后再搅拌，做比滚啊，头前就不用染的嘛，我来不用一些的胡椒粉，胡椒粉哈才是重点，为什么？香气，一点点辣味，真的炒起来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这才。是它的最重要的你角色之一。嘿，这样可以了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可以的时候呢，你我吃的时间至少俩呢，你看我几多。哦，要吃咸的就，嘿，按用煮会做得食的啊，你试试看，好，无恐容。真好吃，真好吃，很好吃。有胡椒粉的辣吗？有，还有哈，有不太辣了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哈。真的。来去哦，太一个来开点心，大雕丝。好，走吧。来去哦，来去哦。按人要来开店就要从店开店过了。开担爱开来嘿哟，作担干那何地嘿？东安开店的庙呀嘛，公公车哟，改良头湾呐。他一家来开点心，来食点心哦，天荒哦。所以南开店来嘿哟，开店心莫何地嘿，开来去天荒食点心莫何地嘿，公公车哟，大家来食
点心无。落去落去哦。奇遇，你想吃咸的还是甜的？我要吃甜的。我也要吃甜的，因为我今天已经吃过咸的。那咱讲，一碗甜，一碗咸，适度无咸无盐，哦加点细细落去。感情会很好。对。哦，猜好，来，你先。来，好，我先。这边还有一个臊子，我们可以一起吃啊。你先吃咸的，一人吃一口。对，这样都会吃到啊。来来，他一个食看看，吃看呀，沿着开看。点心，食点心。开动，开动。好吃，流气哈，好吃，好不好该吃？细牙子炒的锅下那香。这工作吃完这个会很有体力，因为有肉、有香菇，然后又有油，然后是嘛？好吃。后是，对，客家人的点心真的很好吃。所以大哥大姐们，你们就是工作的时候都是这样坐在这里这样吃饭吗？对啊，以前的农家人哈，像这个稻子要跪着跪着，去啄草，5颗，一抓一抓，好累哦。还也是要点心。一定要有点心才有体体力力。对，月梅姐，我想边吃点心边听要点播了点播我要点播，好有可以吗？，好，你要唱什么给我们听？，对，我来唱啊，我们歌到我们稻子的成长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哈，啊，我可以清唱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因为这里也没有乐器，我可以帮你伴奏。我要怎么帮你伴奏？这样我来唱吃绿豆汤的声音。对，我来唱3歌我帮你词好了啦。我帮你打拍子。好。我穿了出那出啦，跳起了起那，抱抬了抬那头啊，外行了你那。好好听哦，月梅姐。月梅姐，再来一个吗？没关系，我想先了解刚刚月梅姐你唱的那个山歌的意思是什么。我们现在的稻子都是这样嘛，一个八鬼的时阵就会站着，有比较重一点就会逃雷，就会垂下来。刚出来的时候就站着稳稳的，好，起张张，起张张后就会跳来来，跳来来，跳跳来来，对，跳来来。一个口音。那现在我再新加献一个坡口音。现在我再来献一个，我们关山好地方好吗？好啊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大合唱。合唱的山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，好来，我们来唱。关山柳深那彩呀，河堤柳风那，山明柳水那秀啊，河风柳风那。庄民了山那凉那，又群了欠那，安吉哟让那伢吧，扮演了从那。我前几年生日的时候自己环岛，我就去飞了滑翔翼，然后因为他会给你一台 GoPro，然后他就会帮你录影什么的。然后我下来到鹿野高台上的时候，那个大哥就过来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鹿野高台正在 live 播出，全部都是你的尖叫声。”动次动次来做事。
徐玉丽菲，你们好。好，现在这个在做什么？我讲扁骨啦，让你讲来哈。扁骨，扁骨，扁骨是什么意思？扁骨就是这个，因为稻子割起来之后，因为它不够干嘛，是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给它翻过来，让这个湿的地方可以晒到。哦，颜色不一样哎，就是晒骨的意思。对。那边有工具，你们就一人拿一支，这个剩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来吧，一人一支。好，所以呢，直接这样子。就是你要人要这个方向哈，然后这个翻的这样才不会弄到自己的鞋子。哦。哎。翻起来，这样吗？大概用5公分的5公分的距离，这样子顺着它这个坡度这样子弄下来。哎，哦，我已经看到这颜色的差别了。啊，对。因为晒过之后会比较浅，比较干。对，还没晒过。晒过完之后是什么？晒骨燥呢，都爱米呢，碾谷子把它变成米，把这个谷子外壳给去掉。对，这个多久要翻一次啊？差不多15分钟左右哎，15分钟。这个通常要这样晒多久啊？像安尼日头差不多2日了。哦，那你怎么知道它好了没？袂照干，但我那也该米厂，我们会把那个拿去米厂磅。米厂它有那个机器，它可以帮我们验大概湿度，大概现在有多少度。哦，所以不行的话还要拿回来晒。不行，不是，我们会先那样子拿一部分去。哦。就随机拿，没有说一定挑哪里的。哦，只是部分去看。对。恁以前你骨看起有皂毛皂恁就那一扎起来，从那下呛诶。下呛是什么？下呛就是比较轻的，下呛的哦。恁那起来，用牙齿来咬一下。咬。用咬的。咬比断脱倒去咬落去，又夹一下安尼就差不多走了啦。我这课没有。我有听到你的。你要习佢袂又上。咬得断就可以了吗？咬断之后那个声音我们听大概听那个嘎的声音就可以了。哦，以前要这样子哦。那要咬多少颗才算？就是我们取，我们就取这个最轻的。比较轻的。比较轻的，因为比较轻都是湿度比较湿嘛。有听到吗？鲑鱼炊饭哦，那我要先请你先帮我切红萝卜切丝，然后呢那个洋葱也要切，洋葱你要怎么样切？都切丝，或者多丝，不用很丝，就是一般丝。这条吧，可以啦，没关系啦。我觉得最有趣的是，就是我们一起去摆市集呀。哦，你说卑南那一次啊？对啊，我们就是我、你还有我的女儿，我们3个人就是一起摆了一个摊位。对，去摆这太太市集之前，胡萝卜好了，好，谢谢。洋葱吗？对，洋葱全部吗？全部。去摆太太市集之前，我们已经办了一次的义卖会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我女儿的东西都已经卖了差不多了。后来就自己在家就嘟，然后就去找到了，就是一大盒的大乐高，然后跟我说妈妈，我要卖这个乐高，而且它是市集的前一天晚上睡觉前翻出来。对，我想哇好啊，我说那你要怎么卖？他说我一个要卖10块。我说你确定吗？我说是，然后还信誓旦旦的，就是写了一张立牌，乐高一个10块，然后就跟他爸爸讲这件事情，然后他爸爸也是觉得，怎么可能会有人买？他说会有人买吗？不可能吧？对，结果他卖的最好。他除了卖乐高之外呢，他还去每一摊
你放这边，因为这边我要放那个鲑鱼。哦，对，谢谢。鲑鱼我煎好了，剥开了，对，就用剥的。然后呢，他除了卖乐高呢，他还去每一摊呢，就是去拉生意去拉客。拉生意哦，拉生意，对不起，用词不当。然后你那天就是百事集，你的心得是什么？哦，因为我的东西我其实是做塔罗牌的占卜，所以比较必须是随缘的心情，因为我不可能去逼别人说你要不要算命啊，对，所以我其实那一天就是比较心情是跟着你们一起去玩啦，对，就抱着一种就是我只是去玩玩看看，对啊，去交朋友什么的。然后第一天有遇到卑南里面的一个茶园的老板娘，然后她有开一个民宿，她就带着朋友一起来抽牌。然后后来隔天客人就蛮多的，对啊，第二天又摆2天，对啊，第二天就是很多人就会有听说啊，就会跑来啊，然后现场有一些新的朋友也会跟着一起算，后来我回台北之后，他们也会私下再跟我预约，哦，太好了，对啊。然后其实啊，像现在就是夏天的时候啊，我搬来台东也已经快2年了，时间过得很快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年的夏天吧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跟我女儿班上的同学还有爸妈们、家长们啦，我就一起去溪边玩，然后我们就各自就是分配自己要带什么，就带泡面啊，带锅子啊，然后带玩水的东西啊。然后我们知道那天会下雨，对，所以我们也有准备一把大伞，对，然后我们就趁雨还没有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找一个就是避雨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大家就在那边就是煮泡面，然后小孩就玩水，好舒服哦。然后呢就开始下大雨了，哇，还真的下大雨。对，然后我们大家就是觉得说，反正就已经在溪边，大家都湿了嘛，直接拨一拨就下去了。好啊，可以，把我丢，边拨边丢。小朋友们呢就躲在，大家都挤在那个大伞下面去吃泡面。我们大人就全部坐在那边，然后就吃泡面，就看着他们，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，很 chill， 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一般如果是以前的我一定说赶快回去，我不要淋雨，我不要什么。可是因为大家都是在那个氛围里面，那大家就很愿意这样，就是边吃泡面边淋雨，然后脚泡在水里面，就觉得是个就是湿湿黏黏的也无所谓，对，也无所谓，就很 chill 啊。哦，我这次下来啊，经过了鹿野，然后呢，我就想起我前几年生日的时候自己环岛，然后我就决定我那一年生日我要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什么事？我就去飞了滑翔翼，我自己一个人。你有惧高症吗？我记得你好像有一点惧高症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认识谁？别的奇遇。然后因为他会给你一台 GoPro，然后他就会帮你录影什么的。然后我下来到鹿野高台上的时候，那个大哥就过来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鹿野高台正在 live 播出，全部都是你的尖叫声。”哇，你切得很好哎，真的吗？对呀。然后呢，先盛起来，先盛起来。好，然后我这边呢，我的红喜菇、红萝卜跟洋葱已经炒好了。好的，我现在呢就要放进电锅里面，连鲑鱼一起，对不对？对，鲑鱼一起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关山米，这个就是今天碾好的。对，好漂亮啊。先把它得泡泡倒进去。然后呢，把鲑鱼放上去，就铺上去。对，我就铺上去。然后我现在要开始加调味料，米酒为了去腥用而已。对，不用太多。再放酱油，然后就淋上去。然后呢，需要什么？加水，就覆盖它就好了。盖过食材。对，盖过食材，覆盖。我是你的翻译机，谢谢你。盖起来。外锅有放水了吗？有。OK， 好，那就按电锅。好的。米苔目豆腐卷，我其实不太喜欢煎跟炸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那我今天在这边干嘛？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我自己啦，
我自己本身，因为我不喜欢油烟味哦，偏偏我先生就很喜欢炸、煎、炒、咸酥鸡。对，所以我每次当他做这些料理的时候，我都会戴上浴帽，在家戴浴帽吗？动次动次来做事。情欲大厨，请问你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呢？米其木挑夫燕，就是米苔木挑豆腐卷。对哦，豆腐卷，用煎的，用煎的哦。对啊那很健康哎。对啊。是的。那请问那个我这个那个二厨小媳妇儿要做什么呢？全部给我切丝。小时候我们家夏天的时候，我们都会，你知道为了省冷气钱，然后全家人都会挤在客厅一起睡觉。然后我还睡在桌子上。你说桌子上比较凉，因为地板满啊。睡觉之前，我妈就会把那个米苔木做好，买回来放在冰箱里，然后就冰起来，然后会加仙草啊、爱玉啊什么的。哦，那很特别。然后睡醒了就会大家一起吃，就会觉得它就是应该是个冰品。那对我来说，因为在新加坡也有米苔木，但是我们米苔木是做咸的，所以就很像我们今天吃的那个。没错，就像那种，但是不会那么多的配料，就是可能比较简单。那你们配料可能就像米粉汤，可是那个米粉换成米苔木这样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来到台湾吃到甜的，我有点不习惯。那你今天吃了绿豆汤米苔木，有点惊艳，是哈？因为今天那个月梅姐他们家的米苔木，因为真的不是那种外面我们吃到可能不是手工做的、机器做的，对，所以那个口感真的很不一样。所以我就吃完说，很 Q 吧？很 Q， 很好吃，而且不会糊糊的。对啊，我最怕吃到那种糊糊的。对啊。你来台湾拍戏这么久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？印象深刻就遇到我老公啊，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晒恩爱上一次已经晒过了。好啦，没有啦，印象深刻太多了。但我觉得，你知道拍戏就是会有一个墨菲定律。像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们有一场就是我要跟对手戏呢，就是吵架，就在海边吵架，边吵然后就边就是有拉扯的动作，然后呢就拉，两个就要泡在海水里面，就你推我推你这样。那场戏本来是就是预计要在夏天拍，结果就很多种原因。就拖到冬天才拍，而且是寒流来的时候，好冷哦，超冷的，要哭，然后又要推你推我推来，就是很激动的一场戏， drama， 非常的 drama。然后那时候就好冷，然后呢剧组也很贴心，他们就准备姜茶，然后还有小米酒。小米酒，对，就是让我们暖身。那可是因为呢，我是属于那种喝酒脸就会涨红的人，所以我只能喝姜茶。对，可是呢，喝很多姜茶，虽然身体暖起来，但是我很想上厕所，在海里。可是你知道，在那种状况之下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找厕所。可在海里又很冷，不好说，对不对？这样够了吗？可以，非常好。好，那咱们来吧，来切。那个高丽菜，对不对？对，高丽菜也是丝哦。我们认识多久啊？快10年。10年了。那这10年，你跟我工作还算愉快吧？应该很好吧？我人很好，开心我人很好相处，我很会给情绪价值的。我不需要，我要真实的价值，真实的情绪。没有，因为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，其实我会觉得那时候我还在经纪公司嘛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，其实你有点高冷，觉得跟你就是要传讯息问你说，丽菲那个工作你 O 不 OK 什么的，会很紧张。真的吗？那我的回应是，我要在 WhatsApp 上，你知道，先写好稿子，蕊过。我有这么可怕？不是，因为气势有点强。气势有点强。那个时候我气势很强，现在气势那时候当红女星没有，我现在是当红妈妈，对，在家里是很红的妈妈，我女儿好爱我，真的。对，而且那时候你生完小孩，其实因为就在家带小孩，所以其实那时候又会觉得想要赶快
帮你找回生活的重心。是啊，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才会一起想说，哎，那我们来帮小朋友录一个丽菲故事屋。对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？是因为我女儿非常爱听我讲故事。对啊，她从 baby 的时候就很爱听。对，她从 baby， 她其实在我肚子里面我就开始念故事书给她听。对，然后她出生就到会讲话就跟着，然后她也很爱看书。对，而且我蛮意外，是我们这个频道其实到美国、澳洲、纽西兰对，都有人听，都有人听，对不对新加坡也有。嗯，我真的觉得很谢谢你给我一个新的尝试。不会啦，只是偶尔要帮你校稿有点累。校稿对，就是有几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把那个字念错，然后你说丽丽菲，你是不是文盲？我就说我这么狠是不是？因为我不会注音。哦，对对，因为我新加坡是那个嘛。罗马拼音或者是汉语拼音，所以我会认字，但是很多一些繁体字我可能不会念。我觉得破音字啦，破音字对你会比较难。可能尾巴、尾巴跟瓜牛、蜗牛。没有，我觉得你的比较荒谬，竹繁不及备载。哦，好香哦！稍微再拌炒一下，好，就可以调味放凉。好。关火，放凉。所以我想说，等一下要包米苔木。哎，我少炒一个东西耶。什么？米苔木。开火，对不起哦，开火。没关系。米苔木。好，我们的主角米苔木来了，倒进去，直接倒。需要水吗？不用。OK。其实这一锅应该也是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可以直接这样吃，那就不录喽。没有，还是要做你的这个啦，还是不要浪费那个豆皮。好不容易对啊，来，可以哈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放在这边让它凉。我们稍微抓个2口的量，放在下面这个位置。尖角上面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要把它拉上来嘛。OK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角角拉起来，然后往上盖过食材，然后再往下把食材挤一挤，把它用紧，对，往下拉紧它，然后就开始往上卷，卷到中间角角2个角角的地方，把左右两边收起来，稍微压一下，右边也收起来。然后这个时候它上面是不是像一个袋子？对啊，像一个信封袋。对，这个2个角角再收一点，等下会比较好卷。好，可以把它稍微折一下。好，折好之后呢，就压好，继续往上卷。哎，边卷的时候一样要往下再。一直压，就是要把它压紧，就是。对，不然它等下煎的时候会爆开。然后再用这个，然后剩下一点点角角用面粉水、太白粉加水，好，就是让它粘住就好，对，把它糊起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好玩哦。好，这个可以了。这样子，这个我觉得我这个会爆掉，这有点大，对，有点胖。你这好适合跟家人一起做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可以跟你女儿一起玩这个。对啊，她可能会包这么大一条，她会一直想要往里面加料。对啊，她就会觉得越多越好。对，而且这个夏天吃应该也会很清爽。因为这样也蛮健康，就什么都有在里面。对。好，那现在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开始煎炸我们的煎我们的豆腐卷。你的米苔木豆腐卷，它会下锅的时候就会有点泡泡。我其实不太喜欢煎跟炸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那我今天在这边干嘛？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我自己啦。我自己本身，因为我不喜欢有烟味哦。你说屋子里面味道？对，我不喜欢屋子里面有油烟味，然后偏偏我先生就很喜欢炸、煎、炒、咸酥鸡。对，所以我每次当他做这些
接料理的时候，我都会戴上浴帽，在家戴浴帽吗？因为我不想头发有那个油味啊。那你觉得有用吗？有用啊，怎么会没有用？这个很完美，很完美吗？这个我觉得100分。好，接下一个。好，然后这个啊，豆腐卷啊，你就是稍微把它煎到有点金黄色，然后可以稍微敲一下，哎，有点定型了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，我就可以起锅了，可以起锅了。哇，好期待哦！对啊。耶，我们可以开始开动了。没错，你要不要先试吃我的鲑鱼炊饭？你先吃看看。好甜哦。有酱油的香，然后有鲑鱼的香。好吃哎。对啊，而且也很清爽。在家弄这个就很方便。对啊。像如果一些职业妈妈，或者是比较懒得做饭的妈妈，对啊，但是又要给小孩跟营养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，也又有菇在里面，对啊，而且红萝卜的香味也出来了，是吧？好吃。换我的，这个是米苔目豆腐，我来吃一个，如何？好吃啊！好吃吗？它的这个皮，这叫什么豆腐皮？有那个 Q 的口感，跟我们一般吃的那种春卷的皮不一样。对啊，而且里面我有加米苔目，它的主要的重点是就是米苔目，就很特别。哦，我可以自己再来弄一下。包不一样的菜，你也可以弄给小孩，然后好多这种配料自己选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你就可以轻松1个小时跟他忙。对，他很忙，我就在旁边滑手机，没有啊，还是要陪伴的，跟他一起做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来这里这个节目可以学了很多东西，可以体验不一样的。对啊，它是属于厨房式的体验，我是劳动农作式的体验。不过都是一个很棒的体验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然后今天唱山歌的时候，在这个田里面，然后你就看这个蓝天白云，然后听他们唱歌，你就觉得哇，那个你完全可以想到他们以前过去的生活。没错，对，然后吃着他们的点心，我觉得丽菲其实这半年，经历很多不同的变化啦，对，就还是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就好了。谢谢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就是希望你的塔罗牌事业可以越做越好，就是都是做好的事情啦。没错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做塔罗牌这一块，就是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就是在心灵方面可以疗愈很多人，善的循环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就是be kind to one another， 对啊，然后先把自己照顾好，对，重要是把自己照顾好，就会都很好，对，所以大家都要一起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吃饭，对，继续吃，我喜欢这个。顺水顺风，风浪不安，场地每条河，
放弃。一本书，一面镜儿，一条歌，好好感受当下嘅幸福美好，好好快快度当好。